各位小朋友，今日我哋嚟聽一個關於小狗帕克嘅故事啦。佢有一個好特別嘅秘密呀。帕克平時係一隻好安靜、好守規矩嘅小狗，佢中意坐喺花園度靜靜地睇書。但係每到夜晚，帕克就會偷偷攞出佢把舊吉他，照住一本秘密琴譜練習。佢心入面有一個搖滾夢。但係佢實在太害羞啦，唔敢喺人面前表演。一年一度嘅動物狂歡節到啦，主唱喵喵同鼓手大雄準備上台表演，點知喵喵突然失聲，唱唔出聲啊！大家都好心急，唔知點算好。呢個時候，帕克深呼吸一啖氣，決定要幫手。佢孭起吉他，行出舞台。帕克用力彈出第一個狂野嘅和弦。強大嘅音樂聲震撼咗全場，大雄跟住打鼓，喵喵都開心到跳起舞上嚟。大家都睇到帕克最熱血嘅一面，只要勇敢展現自己，你都可以彈出屬於你嘅精彩和弦。